适应上的问题吧，我觉得已经来到第3年了，前2年那种经验经历，然后对我自己的收获是非常多的。那第3年了，那就是当做从零开始吧，就是从新开始，那忘掉之前的好，那就重新受不一样的资讯，那就从练习当中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嘛。因为球季很长嘛，这大家都知道。那大家训就是把自己充实的更完整，那就有上来一军的时候，就是好好把握住机会嘛。那也很谢谢教练他们没有放弃我，那一直给我这个机会嘛。因为是最后1年了嘛，就当做每年也不是说今年是最后1年才这样做，就是当做每年都是最后1年在打，那就放手一搏，潇洒一点就好了嘛。其实我都自己吸收比较多吧，但对啊，就因为一少说你也不想讲太多话嘛，他就是想自己一个人静下来思考一下，或是看一些别的影片啊，让自己忘记这个不好的感觉嘛。因为我又看不到他一直看到我，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个乐趣吧。这么想就好，把这些当成是正面的，因为有人你好，有人会骂你，也有人会鼓励你，在他们的生活中，我能占着一小部分，在他们的生活中是非常开心的。每次想笑的时候，他都没有笑啊，他都很专注在那个追战过程。那同天开轰那天有稍微互刁一下，说，干嘛学我？没有嘞，连续3次都没有这样互刁过。现在手机也是有一直在联络嘛。那都是互相鼓励打气而已啊，打3本优生那个，对啊，因为毕竟是今年的第1支全垒打，那信心也会带给自己很大的帮助。但是那是大点主动比的，我才比。就觉得很住在这个团队里嘛，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气氛，在休息室，即使都是落后或是输球，大家的气氛也不会说因为输球或是落后而低迷嘛，大家还是会替自己的队友在打气嘛。那球迷大家好，现在是台湾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候，那我在日本也是时时刻刻非常关注台湾的一些消息，那我会在场上打出让你们感动的一个球赛，那希望你们继续为在日本打球的台湾选手加油。